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透早台中武林农场只有0度，农结冰。气象署嘛针对12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今仔暗时到明仔载温度会降到10度以下。立法院表决中选会人数案，说林亚对主委游盈良有意见，也毋过嘛支持，落尾主委甲若要推荐3人通过。美国政府宣布，将是要放任对罗西亚石油的制裁，由过去欧洲和亚洲拢有民众上街头抗议。来看这几天哦，温度真低，早暗的温差嘛真大。台中的武林农场透早无到0度，花园拢结冰了，景色是真特别哦。气象署嘛表示讲，今仔平地上低温哦，是伫透早5点左右，伫云林县高溪乡的7站只有7.1度。气象署嘛，佮针对12个县市来发布低温特报，今仔暗时到明仔载温度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银色的冰条金细细，看起来是水当当。另外一边，阁有冰晶结的网仔，都亲像梦中才会有的场景。台中武林农场13个透早出现这款的景致，互真侪游客是真欢喜。掉下来的碎冰，以及上面的冰柱。我们还头一次来武林来碰到这个，就这样，我觉得这样子好，都蛮幸运的，蛮幸运的。游客来到这，就连水桶都有结冰。武林农场表示，虽然已经春天，不过3月山顶也是有机会出现低温。亲像13透早的气温敢若0.6度，不过日头出来了后，气温又搁升10外度。为着保护农场的压产系统，农场有泉水，所以意外制作出这款的美景。这也是为了预防浇灌系统的一个结冰，所以预开了这个浇灌系统的一个喷洒系统。那当喷洒系统遇到空气中的一个冷空气，好，所以就形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结冰的一个奇观。原来根据气象署的资料，13平地上低温出现伫云林高溪，伫5点19分，敢若7.1度。因为冷气团的影响，也甲辐射冷却效应。透早和暗时天气拢会寒甲4准。气象署伫13透早也继续针对12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北部的平地大部分的区域都是有发到低温特报，另外在中部比较近山区的区域，然后以及山区还有宜兰以及花莲都是低温特报的影响的范围哦，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这样子低温的状况。气象署表示，这2天有关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虽然未来1礼拜拢是稳定的天气，不过温差真大，尤其日时温度会升上来，中南部可能会到25度到26度以上，提醒民众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该看昨哦，花莲发现规模5.7的地震，花莲跟南投上大的震度是到4级。气象署嘛表示讲，即届地震甲进前的大地震无关系哦，所以未来这几天哦，嘛是阁有可能会发生规模5左右的地震尾。地牛冰新国家级警报直直弹，花莲近海伫个12暗时8点外发生一阵规模5.7的地震，全台湾拢有感觉。地震的震央伫个花莲县政府南平24.7公里的所在，深度敢若15.1公里，是真浅层的地震。上大的震度，花莲甲南投拢有4级。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评估，这是一件独立的地震事件，呼吁民众毋免伤惊吓，毋过要着做好防灾的准备，随时爱注意地震尾。这个地震呢，大概主要发生在靠近那个板块碰撞边缘，所以它的那个在这个地区呢，是属于那个台湾地区，就是属于地震比较频繁的一个地震带。那在目前来讲，大概3到5天左右，可能要注意一下那个规模4.5到5的余震。除了地震的干扰，13透早也阁有低温的挑战。强烈大陆冷气团到位，气象署针对台南以北、宜兰甲花莲等发布低温特报，部分较看空的所在，佫较有可能出现7度以下的极端低温。气象署提醒，拜5、拜6透早是这波冷空气上悬的时阵，出外就爱穿好些。绿色的区域就是来到10到12度的区域，而包括部分的地区可能还会出现蓝色的10度以下的低温。我们针对台南以北、宜兰花莲发布低温特报。那也请大家做好保暖的工作，白天大致上舒适，夜间比较冷的情况底下，日夜温差大，要适时的调整穿着。
气象署也提醒，因为东北风变强，部分沿海较看空的所在，也有内陆的所在，也有可能出现8级的阵风，已经发布热上强风特报。气象署呼吁民众注意低温、甲透风，老人甲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也着细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县的警方，最近锁定第8新丰有犯罪集团伫线顶在卖毒品、加皮包、K 他命等毒品路尾是伫第8头前溪附近一间工厂掠到3个嫌犯，嘛查扣真侪毒品，最后嘛依照毒品罪来起诉。警方爬过铁门真无简单，才入去工厂内底，现场掠到涉嫌制毒的嫌犯。办公室门口佫藏有嫌犯想要发财的装饰品，不过想要靠卖毒赚钱，真正是害别人，嘛害着家己。甲嫌犯拗到边仔的货柜，利用家私甲门弄开，警方也伫内底发现大量的毒品。台北警方早线报讲，有人伫台北新丰地区制毒，经过追踪，查到制毒工厂甲仓库，当场掠到3个嫌犯，各上千包的毒品加皮包，以及900万的现金，甲专门用来上毒的车辆。本分局接获线报，以刘姓、黄姓、叶姓犯嫌3人为首的贩毒集团，在竹北市新丰乡等地贩卖毒品 K 他命、彩虹烟、毒咖啡包等，谋取不法利益。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新竹地检署侦办。警方指出，嫌犯利用网络伫线顶卖毒，佮利用古锥的造型包装，吸引人来买毒。掠到制毒集团了，专案小组会继续追查毒品原料来源，避免毒品进入社会，危害青少年甲大众。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高雄市有南模会馆安排5个查甫囡仔伫路边跳舞翕影片来宣传，伫网络是受到真侪关注。也毋过伫路边跳舞翕影片恐惊危害到交通安全，会互开单罚钱。另外，高雄有百货公司办演唱会，有真侪人透明排队，佮用物件来占位，就困伫人行道顶头。警方嘛表示讲，占用人行道，这嘛是违法的。用即阵伫网络顶管加唱的歌曲来跳舞翕影片，高雄市区一间南模会馆的员工选伫车辆来来去去的6合2路跳舞翕影片，要替会馆成人气。影片放去网络，遂引起讨论，有超过300万的观看人次，随便带来宣传效果。不止个即摆警方讲，翕影片的人无经过申请，但司机伫咧车路跳舞会影响交通安全，会依法罚钱。有民众看到影片嘛认为真正无妥当，是有点危险。怎么说？因为有的人骑车就是没有在看啊。行人于交通频繁之道路嬉戏，处新台币500元罚款。马路车流多且环境复杂，并非个人秀场，切勿为了网络点阅率而在道路上冒险。毋但车路的安全袂当凊彩，高雄这间百货公司附近的人行道，嘛因为办演唱会出现排队的乱象。演唱会13暝才开始，有真侪少年囡仔已经透暝来排队占位，有人举机啊、放纸批，有人搭布棚，甚至有人是直接困伫咧人行道。现在警方就讲，若是无伫咧申请的范围内，无论是人还是物件，只要占用人行道，都会罚钱。有专工陪囡仔来参加的家长嘛，真无认同安尼排队。有一个区域可以排队，然后是规划好的，能够有遮蔽物的，也不用这样晒太阳，甚至是可以规定不要在前一个晚上，你隔天的早上，你例如7点8点你再来排队，也不会有半夜露宿街头的问题。除责令行为人及时停止并消除障碍外，处行为人及其雇主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警方表示，目前也无法度确定主办单位活动申请的范围是毋是有包括人行道，不只个人行道也是爱留个人好行路，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记者柯家族邱超雄高雄场报道。立法院今仔针对中选会人事动议权案来投票，诸位被提名人尤英良，因为伫大罢免的时候，定定批评民进党，所以党内立委冇意见。也毋过，监事长曾水雄是强调讲，执政党着爱有高度，所以7个被提名人拢会来当同意票。国民党团是表示讲，因会支持若要推进的3个遴选咯。落尾的结果是尤英良主委的同意案嘛已经通过，若要推进的3个人嘛已经通过咯。立法院13表决中选会人事动议权案，针对正副主委甲5位委员，计共7位的被提名人。民众党立法院党团透早特别召开记者会，表态因规团会投共款的，毋过无讲到底同意啥人。
中选会的正常运作、独立运作，本来就是我们所应该要求的。中选会目前敢若剩4位委员，规定搁增加1人就会当开会。那行政院去年12月将名单送去立法院，国民党立委王宏维伫中团大会了后表示，除了同意那8推荐的人选李立忠、苏家宏甲苏子乔，对主委的提名人游盈良是无意见，不过无同意副主委的被提名人欧珀宪，因为他现在不是民进党籍，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他不是像李进勇一样，只不过是为了去当中选会的主委，然后呢就暂时的这个脱离党籍，这也考验着民进党这个政党或者他们的民意代表能不能够把中选会视为一个独立的机关。那着赢，虽然表态会对全部的提名人拢同意，不过有党内立委对游盈良过去批评民进党的言论真不满，党团大会也一句来一句去。英系这边是不是对游盈良这个人是有点维持呢？袂啊，阮党团有做决议啦，系啊，大家虽然有看法，唔过党团的决议，咱大家就是照决议来进行。游盈良先生啊，那当然，那过去对民主进步党有很多的批判，那甚至于在关键时刻的时候常常也有一些听起来这个耳朵就是不是很悦耳的，跟在野立场当然会有所不同。那这一次我们就在整个中选人事同意权的部分我们执政党也必须要展现一定的一个高度那我们先释出善意干事长曾水雄8回讲，无外界所讲的唔甘愿嘛是投票的代志，强调党团的成员提出家己的意见，不过也会体谅甲团结，会尊重独立机关的公正性。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立法院外口有小党的议员参选人的抗议因是认为讲目前选举制度甲政治现金的规定对小党无公平，所以呼吁中选会新的委员就要赶紧来推动修法、推动改革。中选会人事案引起外界关注，时代力量13透早也和台湾基进、台湾立党小民参政一寡小党的机关参选人共同召开记者会，批评现在选举制度和实际上有真大的落差。有时代力量的机关参选人指出，照现行的规定，直辖市长活动选团干那15天，立委、县市长机关干那10天，里长干那5天。不过现实的是，政治人物拢会提早几个月开始走行程、挂广告，呼吁中选会要延长选团的时间。现在其实是选举距离已经快将近几个月前，但是很多的看板、很多的宣传车其实都在路上跑，所以我们觉得说，其实这个法规跟我们实际的选举实务是不合时宜。也有小党的参选人批评，今摆选举选到尾会变做讲愈有钱的人愈有机会互选民熟悉。这小党议员参选人也呼吁选举的经费应该要透明化，选举的钱是对倒位来的，是家己出的，也是政治现金，拢爱公开。另外，虽然选罢法有规定竞选经费有相关的金额限制，不过若是超过，也无处罚的法律。以台湾人的投票模式来说，我们会习惯投给我有看过看板的人，那看板挂很多很多，那这样子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选贤与能了，我们会变成选钱与能。竞选的经费可以透过自掏腰包的方式，规避政治现金的审查，在合法合规的情形下，变成金钱政治的玩物。目前法律的规定是，伫投票日了后的3个月内爱申报政治现金。监察院经过6个月整理了后，对外公开，但是立党认为事后监督效果有限，也真歹及时防止不当的交易。这拢需要改革，要求中选会爱重视。记者陈选林巧凯台北报道。民众党立委李金秀中国籍争议阁还未解决，今仔早起立法议会各事论坛，伊有登记发言为开案来发声。今仔嘛是头一届伫国会发言，立法院长韩国瑜是甲伊鼓励，李金秀是感觉真感动情绪嘛真激动，阁流目屎。忘记我不知道要抽签。对流程无写些，赶紧阁走出来抽签。民众党立委李金秀13早起第一遍伫立法院国事论坛台顶发表演讲，有淡薄紧张。伊主要是讲到开案件加儿童虐待事件。立法院长韩国瑜伫咧伊发言进前也特别勉励伊，这一路行来风风雨雨，真无简单。你即将要第一次登上发言台，希望你好好认真努力，为台湾民主擦亮招牌，为广大人民来努力的贡献。祝福你，台湾的主神妈祖保佑你。身为5个孩子的妈妈，每当社会发生虐童案，我都痛心不已。尽管施虐者已经接受司法审判，
但本席仍然要提醒行政院，应该充分检讨制度疏失。李金秀认为，开改案看出政府出养制度的缺失，政府就要辨识并且提掉无适任的义务，才能提供儿童完整的保护。更加重要是，社会安全网的支持系统，主管机关对资讯的及时掌握，应该有良好的沟通管道。国术论坛结束了，李金秀特别记者韩议长表示感谢，情绪淡薄激动。委员是院长有给您鼓励，所以你现在是深受感动吗？对，谢谢。因为刚刚院长讲，其实我前面就想哭了。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批评，韩国瑜协商的过程是为了要放水。行政院强调，一旦提到国家级别的立委，资格未当不明。李正修委员似乎刚刚在议场上有一些情绪的波动，但我要说，李正修带给台湾社会情绪的波动是更大的。台湾人不容许一个违法的人来担任国家的立委。林女士她的资格状况不明，但是拿到国家机密的立法委员的资格不能不明。那么行政机关呢，一切都是依法行政、依法办理。行政院表示，李金秀资格状况不明，希望立法院量早行使中选会临时同意权，赶紧解决争议。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国际机场今年开始69天，运量就已经突破上千万的人次，比去年提前1礼拜。虽然最近中东的情势正紧张，机场公司是认为航空业加减会受到影响，也毋过整体来看，今年的营运应该嘛是个真乐观。甲行李拖的到柜台报到，准备出国。转盘进前等待行李的旅客是足侪。桃园国际机场自今年开始到3月初10，拢总69天，累计的旅运量已经有1000过1万人次，甲过年比起来，突破1000万人次的时间提早1礼拜左右。最喜欢去哪里？大概就欧洲跟日本啊。人潮哦，因为日本有很多联航啊，所以每次只要有联航的时间，我觉得人潮都蛮可怕的。喜欢去日本吧，对啊。那有明显感觉到考绩人潮变多吗？是有啊，是。一年会出国几次啊？大概2次左右。有明显感受到就是人潮变多？有非常非常多，对，因为现在国内旅游真的是价格偏高。桃园机场去年客运量有4780万人次，甲前年相比起6%，和2019年疫情进前比起来恢复98%。12月432万人次，阁是1个月内历史新高。机场公司嘛继续推出各项重大建设，提升营运。第3航厦是不是也有助于营运的部分？目前第3航厦先启用的北廊厅有8个停机位。那在今年过年期间呢，其实总共输运了将近15万的旅客量，是非常有帮助的。前几天啊，联邦快闪扩建桃园机场转运中心正式启用，全面电动化。甲半导体还有下境电商出口斗3工，副总统萧美琴嘛到场。除了旅运，伫咧货运方面，机场公司表示，去年货运总量有250万吨，历史第3高。自由贸易港区营运嘛有成长，进出口贸易额突破新台币5兆，一年就增加116%。最近因为中东的情势清悬，有机场公司认为可能会影响到全球航空业的营运。不过，伫咧115年发展，也是有成长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饭店这几天是真欠工。今年开始，劳动部开放讲会当用32000块的薪水来请有一定的技术佮语言能力的外国技术能力，也毋过到单嘛是佮请无人，所以最近劳动部宣布讲会来放任语言能力的限制。劳动部放任讲有国外大专的学位，国家官方语言有包括英语，也是讲3档内要来台湾的饭店食头路，也是实施6个月以上的劳工，都毋免佮有语言能力的证明。劳法署嘛表示讲会先来引进菲律宾的劳工，因为因的官方语言就是英文。因为有头家嘛表示讲，外国的实习生来到台湾超过半冬哦，语文的能力都有进步，所以嘛放任语言的限制。再来看台北一间健身房哦，自由动量北门馆向关门，影响到真侪会员甲教练。业者是公告讲，健身房毋是关门，是在找新的地点。嘛已经有设立的群组来处理退费相关的问题。消保官嘛已经去开查咯，会个通知业者来说明。伫健身房外口看来看去，找无入口，铁门规个拖落来，壁顶打广告。
敢若讲场所涉入民事纠纷已经从强制执行，任何人袂当黑白出入，若无会有刑事民事责任。我住这附近，我知道这边有一间健身房，我本来想来看一下这可不可以临时运动。我想说是可能太早了，还没开。有民众头一届来遮想要运动，煞袂当入去。向向天业的场馆伫台北市北门，即间自由重量健身俱乐部，主打免签契约，按分钟来算钱。不过袂少会员甲教练，才打纳钱无偌久，即马煞袂当入去。突然关掉有点奇怪，因为前几天还可以运动，这样应该是1个月前吧，大概1000块左右。在这个地方教了大概30年的时间，我是完全没有地方教。礼拜2的晚上我还在这边教课，隔天早上是我的学生就跟我说，以后不能在北门这边上课嘞。我想说你又胡说八道，我觉得蛮可惜的啊，你有点那种断崖式分手的那种感觉。这个健身房的业者，从2021年开始就涉嫌欠厝头家店租，就算后来有付一部分，不过拢无纳清，累计欠520多万，所以厝头家才会提早结束合约，提告要求伊就要搬走。目前扣除押金了后，欠的租金还有480多万。后续将正式行文通知业者到府说明目前财务状况、未来营运规划。业者如有规避、妨碍或拒绝之情事，市府将依消保法第57条规定，处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消保官接到消息，已经派人去稽查，后续会通知业者来说明，嘛提醒会员会当甲分开银行直接申请增期缴款赔付，或者是甲法院申请合法支付命令限汇款约。打电话给业者，到今也联络袂到。敢若伫咧社群铺文回息咧，强调健身房并无消息，当咧找新的场地，已经有开来的群组提供退费的管道。不过健身房向关起来，到后续的处理，业者相关的作为拢防指控伤过消极，嘛互袂少消费者看了拢惊一跳。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际油价又起到一桶超过100块美金咯，咱国内油价敢会对得起咧？经济部能源署嘛指出讲，咱国内天然气、石油佮土炭目前的存量是够有够，国际油价起价，政府会先吸收6成，嘛逐礼拜来检讨油价。也毋过国泰航空嘛已经宣布讲，3月18开始，燃油附加费要增加咯。有专家嘛警告讲，若国际油价一桶起到150块美金，有可能就会出现天度性的通货膨胀。中东战火继续影响国际能源，13国际布兰特原油继续搁捌飙起哩一桶上悬101.7块美金。西德州原油搁捌一桶起到96.71块美金，国际油价是直直升起哩，外界关心，这礼拜国内油钱整体调幅5%，后礼拜油钱敢会继续起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起的幅度应该袂比这礼拜更加侪。如果是长期维持高位在联动的话，那即便是有弹性机制，那相对那个弹性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小，运费高档又会维持物价，就会推动物价上升。也就是说，在信心崩溃、物价上升的前提之下，我们就有机会进入所谓的停滞性通膨。缓涨的机制跟特殊时期的一些所谓的专案平稳机制，持续来了解国际油价的一些变动的部分，来做其才有相关的一些缓涨。经济能源署回应，华南国内能源天然气存量在100缸以上，石油超过90缸，煤炭30缸，目前存量也有够。国内油钱除了用双元起的机制，佮启动特别平稳机制，目前是政府吸收6成，逐礼拜拢会进行检讨。虽望讲中油油价会当用政府的机制来平稳吸收，不过民营企业已经挡袂牢，就先起价啊。国泰航空宣布，因为中东局势影响，航空油钱自3月开始就已经起码1倍，10月才开始起燃油附加费，短、中、长途航班拢起价，以长途航班起上济，为港票569块起到要1164块。因为国内目前以天然气发电较济，不过拄到进口国家卡达停止供应，外界就烦恼讲，敢会影响国内电钱呢？政府还是希望不要对物价产生太大的影响，所以我是认为这一次电价不调的可能性应该还是比较高啦。中东的战事，若互全球能源供应淡水泥，嘛互股市大冰车。13大股开盘，各落买500点到33000过13点。台积电的股票上价阁跌落去1840块，跌45块。记者综合报道。中东的战火团烧，嘛引起能源危机。有航空公司嘛宣布讲，要来调悬长途航线的票价。美国政府是宣布讲，要暂时来放任对罗西亚石油的制裁。欧洲佮亚洲有民众嘛，因为能源佮加速的计数去上街头抗议。
美伊战争造成航运封锁，互全球能源的价小贵三三。美国财政部12宣布，为了确保全球能源稳定，会暂时批准罗西亚做能源相关的金融交易，来消透供应的压力。英国首相史凯尼嘛去北爱尔兰视察，伊讲能源的成本已经成做家庭重要的负担，政府当咧密切关注保持温暖用油对家庭的冲击。I've asked the Treasury Minister to talk to the executive here about particularly the heating, oil-based heating in homes, and how we can coordinate our response to this because of the prices increasing because of Iran, and get our arms around that. 几啊千个劳工行去街仔路，还佫有人挂低的面具来敲洗资本主义。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民众抗议因为能源欠缺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示威者批评政府减少补贴，计划性延后退休的年岁，让百姓的生活愈艰苦。面对地缘政治引起经济无稳定，民众是真不满，要求政府爱先顾人民的生活，不是追求外交的策略。Et on a besoin de pouvoir avoir des loisirs, avoir des occupations extérieures. Et si tout commence à coûter au niveau de la vie de manière générale, on va devoir réduire à un endroit et ce sera généralement dans nos loisirs. Et c'est pas une vie malheureusement. 亚洲国家嘛展开紧急的措施，南韩政府宣布，为这礼拜五开始，国内石油产品实施上悬的计销的制度。亲像汽油一日是1724韩元，差不多台票37块。嘛禁止囤石油产品。另外，包括法国航空、荷兰航空在内几啊间业者，因为袂动力燃料成本的负担，远途航线的票价已经起价。纽西兰政府考虑重新启动法规，限制民众赛车。澳洲政府嘛宣布暂时放零汽油品质的标准。Today I have decided to relax th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Fuel Quality Act, Mr. Speaker, when it comes to sulphur content on a temporary 60-day basis. This will see 100 million litres of fuel extra flow in Australia a month over that time. 在印度甲尼泊尔，因为雅素欠缺，甚至乎真侪餐厅都要重新用香茶来煮食，菜单的品项嘛减少。即马中东的战火看到也未要结束，这场为能源水路引起的全球连锁反应，当咧各国的政府伫咧通货膨胀的危机甲外交立场之间，做出更较困难的决定。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再来看伊朗新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头一届出声，表示讲会继续封锁荷姆兹海峡，佮建议附近的国家上好是赶紧关掉国内的美军基地。کردن تنگه هرمز باید استفاده شود و در مورد گشودن دیگر جبهه‌های آسیب‌پذیر دشمن 伊朗国家电视台12宣布新任最高领袖，也就是伫空袭当中死亡的哈米尼第2后生穆吉塔巴的声明，要求附近的国家把区域内底的美国基地关起来，愈紧愈好。تا به حال فهمیدند که ادعای برقراری امنیت و صلح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دروغی بیش نبوده است. 穆吉塔巴自战争以来，直直拢无公开出面，风声伊骹腿着伤，而且秘伫秘密的安全基地。伊朗驻突尼西亚大使伫突尼斯一场记者会有讲到伊的状况。يمكن في شوي شو اسمه في جراحة يمكن طبيعي. אבו באשל משמרות המהפכה הוא אינו יכול להראות את פניו בציבור. 伊朗当想要利用对全球经济造成大冲击这件代志，逼美国甲以色列停止行动。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讲伊朗其实早就已经互毁掉，也毋过要是承诺会完成任务。伫咧社群媒体答文，确保伊朗未发展核武，比油价大起要搁较重要。石油起价咱趁愈济。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因为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中东国家嘛受到伊朗的保护。有一寡人哦，就考虑要去地下城堡，会当安全来住伫内面。美国的德州就有一间专门咧去航空盒徛假的公司，最近2个月接到的订单是过去3档加起来，人客户就爱等2-3档，才有法度摕到货。拍开会计厝的大门，行过门口的收纳空间，搁到客厅，规间厝包括厨房、浴间啊、困房拢有。这是美国德州一间专门建造航空盒主体公司的产品之一。为10月以前爆发中东的美伊朗战争了后，愈来愈侪中东消费者寻求企业为因客制化航空盒主体，和公司的电话接甲手软。Do you want one that has bedrooms in it, or do you just want one that's a small space?
We've seen a large spike since the war in Iran, primarily from the Gulf states, Bahrain, Qatar, Kuwait, and the UAE primarily. 成山航空合作体业者表示，公司伫2月26日拄伫杜拜启用新的办公室，就拄到战争爆发。一般航空合作体租金大约25000美金，相当地票795000块，会当提供4个人住伫涂骹底大约1礼拜时间。随客户要求，这种主体也会当设计做长期大的旅行，防具复杂甲复杂，佮具备多全流式提供电源、过滤污水，甚至还有通风系统。互住入去的人会当住伫内底当1年至2年。主体建材也会当分做是南马孔还是金属制造，造价会当达到数百万美金。伫国际形势严重的情况之下，目前这间公司的订单已经完成至少20组航空合作体，准备送到全球各国。另外，手头也有40组主体等咧赶工。业者有估，未来2个月的销售价将会超过过去3年的总和。不过，企业有愿需要2至3年时间，才会当生产完未来2个月所接的订单。公司新闻台视同编译。再来看美国的密西根州哦，今仔有一个黎巴嫩的查甫人在图拉库冲入去犹太会堂，造成一个维安人员受伤，阁有30外人互伊去抢夺。这个嫌犯伫现场就互维安人员断死了。调查嘛发现讲，嫌犯伫黎巴嫩的亲人，这几天是受到空袭死亡。同一天哦，伫维吉尼亚州嘛发生一件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的恐怖攻击。一个月前，这间伫密西根州西布罗姆菲尼迪镇的犹太会堂，新职甲工作人员才拄接受 FBI 举办的庆祝攻击防范甲应急训练，想袂到攻击真正发生啊！当地时间12拄过到，一个10当前才摕到美国公民身份的黎巴嫩的查甫，驶一台卡车弄入去这间附设幼稚园甲学校的犹太会堂。It's absolutely incredible that things like this happen. 卡车强大的冲击力，唔但将会堂大门弄开，佮冲入去内底10米外才停落来。不过嫌犯提前一落车，就互维安人员开枪兵死。随后伊的车顶嘛，方发现大量火药。The hall was completely clear. We had to send people in with gas masks. 拄当攻击范围内的140个师生，甚至人员拢无受伤。现场简单一个维安人员互卡车弄着伤，另外30个执法人员互火烟砸着。警方初步调查，这个41岁原籍黎巴嫩的嫌犯，几日工前才甲人讲家己的亲人伫黎巴嫩空袭中过身。不过确实的犯案动机是爱搁调查。另外，美国维吉尼亚州洛福克的老德明大学伫同一天嘛拄着攻击，一个枪手12下早行入去上学伊的康斯坦大楼，对当咧上课的预备军官教室开枪，造成一个军事教授翘起，2个美军受伤。现场学员做伙将伊制服后，嫌犯当场无命。FBI 随后将这个事件认定做恐怖攻击。The shooter has been identified as Mohammed Baylor Jallow. In 2016, Jallow was arrested and pled guilty for attempting to provide material support to ISIL, now known as ISIS. 出世伫西亚山谷的加洛，捌伫美国陆军做兵。10当前，加洛企图发动一场类似2009年德州奥德堡陆军基地大规模枪击案，以表示对 ISIS 的支援。迄阵造成13人死亡、30人受伤，是美国军事基地有史以来上严重的枪击案。伊202410月才因为这个案件出狱。FBI 甲记者表示，会甲伊认定做恐怖攻击，是因为伊伫攻击进前捌大声喊“真主上大”。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总统赖清德今仔早起主持农业部推动的分嘉南灌溉系统产业工程的通水典礼哦，加落水溪个站门个乌山头水库来串人，会当方便分嘉南水资源的调度。那么用珍珠串计划，多元的开源，另外佫用科技造水这3项方式。加增加120万吨，一天加增加120万吨。农民要用水袂欠款，民生要用水袂欠款，产业要用水袂欠款。农业部表示讲，这个工程一档会当来增加分嘉南地区7000万吨的用水量，会当保障农业用水佮国家粮食的安全。另外，赖总统嘛表示讲，阁有另外一个全国性的水利工程计划正在进行，5天后若顺利来完成，一天会当来增加120万吨的水，会当来确保民生佮产业用水的稳定，打造韧性的台湾。
过一个月云林县的蒜头就要大出咯，也毋过有农民讲，最近白虫害是真严重哦，产量恐惊剩无到一半，相关单位嘛去进行会勘来提供防治的办法。云林土库的农民将当日发的蒜头挽起来，目前蒜头敢若细细粒啊，不过叶仔拢已经打去，无法度搁食日头根继续生长。农民就讲，原本搁一个月就会当采收的蒜头，最近却一直发现染着白虫害，未来收成恐惊无甲5成。红地图的情形就是讲，咱即摆起来伊袂发啦，袂发打死伊袂大粒啦。蜘蛛类伊会去吸一叶之翼嘛。数月之翼的时阵呢，不止蒜长细去，而且伊阁袂去头。农民表示，今年天气向反冷反热，地属真侪山区的蒜头结球袂大，即马又搁碰到白虫害，恐惊会互蒜头产量收成减少。云林县动植物防疫所表示，接到农民通报了后，有邀请相关的单位来勘查，初步认定是白虫害所影响。会同台南改良场及台大植医那下乡现勘的结果，初步判断是属于叶螨及蓟马等综合性病虫害的问题。那防疫所已辅导农民安全用药及适合的防治作为。县府目前已经透过各乡镇食物医生、农会进行各乡镇区域蒜头种植状况的调查，初步认定最近的白虫害是属于难产的个案，不过会继续追踪辅导甲防治。那后续有区域性的蒜头灾损状况发生，会搁再研究相关的对策来应付。记者综合报道。2022年918大地震造成花莲玉里大桥就要重启。伫新桥通车了后，所有民众质疑讲桥哪会悬悬低低，施工的品质有问题。也毋过工程单位是解释讲，这是因为当地真特殊的地质，伊逐档拢会变悬，所以才会有这款真特殊的设计。假使驶过去年底才开放的玉里大桥南下新桥，拢会发现对玉里迄边上桥的时，桥面真悬；啊，若落桥进前落合迄边桥面却明显降低，这对驶车的人看起来悬低是真差足济。民众质疑，开40亿做的新桥，哪会毋是规个平？烦恼结果是毋是有安全？高低起伏的感觉啦，平常开，忽然间就往下，然后往下再又往上，又下一个波浪形这样子啦。我就觉得怪，是害怕是不至于，就觉得怪怪的啦。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因为才刚完工而已啊。公路桥解说，因为玉里大桥是伫咧欧亚大陆甲菲律宾海板块的位置，受到板块的气影响，当兵落合遐，逐档拢会压悬2-3公分，所以才会规划升降西边玉里遐贴悬60公分。但年9月深了后，桥面受到地壳变动的影响，才会较细，嘛搁较好使用甲维护。当我们第10年的时候呢，预估它会抬升30公分，到第20年是刚好水平的，到第30年的时候呢，我们乐和端会变成高于玉里端30公分。为了因应呢未来永久使用的关系呢，我们会规划在第30年之后呢，要做一个顶升的动作。公路桥强调，边仔的旧铁路桥，搁较会当清楚看到板块运动的证据。东边六合段较悬，西边玉里段较低，是因为要应付未来地壳的野生。新桥必须要采取预防变形的工法，目的是希望伫未来数十年后，大桥也会当保持结构的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有加速业者向县政府提出申请，要伫宜兰罗东来设天然气的事业。县政府依法公告了后，有部分汤庄加速业者是真不满，昨下晡就去县政府定情。这阵汤庄加速业者集合了，到宜兰县政府工商旅游处递交定情书，要维护因的工作权。因为有天然气业者向县府提出申请，希望伫宜兰市罗东镇设天然气事业。县政府依法公告，如果若是天然气来到宜兰，汤庄加速业者生理一定会受影响。加速工会质疑县政府公告了，无发函予工会，也无办说明会，敢是要互相作业？实在是，互阮这个时间真无充分通去做一个心理准备，要安那跟恁讲。为什么会有独占事业呀？只有这么一家。由汤庄加速业者质疑，何高一间财团伫宜兰经营天然气是独占事业，质疑县府甲天然气业者官商勾结。伊即摆是伫广告的阶段啦，
咱未来意见表达的阶段，当然咱公告的阶段，大家嘛会当甲县政府来表达意见。一定是用天然气较方便啊。不过我们已经很习惯用桶装法式，再来就是安全问题。天然气来到宜兰，有民众认为正好，因为因感觉汤庄加速会有上加速的出入厝内，还佫无所在藏的这寡问题。县政府强调，即马即个呢一间业者申请，才会依法公告。案件审批准，则由经济部决定，并不是宜兰县政府，所以无互相作业甲官商勾结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15岁到24岁青少年的自杀率，对2014年10万人有5.1个人，遥观到2024年的11.9个人。台北市性命线协会就推出疗心室文理的咨商的服务，要当用赖的对谈的方式来替少年人消透心情。心情郁卒是未开生命线有提供咨商的服务，但是时代改变，台北生命线协会也专门替网络世代设计服务，透过手机用LINE对谈的方式，互有需要的人通甲专业的人员排解心情。就是不太敢跟父母讲说，比如说自己考试考不好啊什么的，就会自己在家里就是可能哭啊什么，就是对，就是在家里抒发情绪。但是通常其实可能找个人帮助会好一点。我觉得用 LINE 比较好，就是因为你不用想了别人的表情会是怎么样的反应，就是你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别人的反应是什么，所以你可以比较大胆的讲出来自己想要讲的东西。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24年台湾15岁到24岁青少年的自杀率，为2014年每10万人有5.1人，也悬到2024年11.9人，加超过2倍。今麦台北生命线推出疗心室，透过文字咨商的方式，就是希望用少年世代管系的方式，替更较侪人排解，帮助因走出困境。这个服务到今已经有2800人次受到帮助，其中15岁到34岁少年人占77%遐悬。我们就在108年的时候，也是生命线50周年的时候，我们开创了这个新的服务，让我们的服务除了电话之外，又能够透过网络、透过文字来进行协谈。后来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台湾民众使用 LINE 的比例还是最高的，所以呢，我们在去年开始就开通了这个 LINE 的广告，LINE 的管道。台湾青少年心理的问题是愈来愈受到重视，不过有一寡少年人较无爱用讲电话的方式来排解心情。面对这个问题，台北市生命线协会为2019年就启动疗心室文字对谈的服务，为传统的电话服务下入多元的管道，使网络世代使用咨商的资源，希望会当达到自杀防治的效果。记者高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65岁以上家己大的老大人即马是愈来愈多。有台北市原是接到定情，讲有一个立案的独居老人，伫厝里放掉6点钟下晡才互救出来，发现的是这个时段身体已经真虚弱，加早是有开火。社福团体嘛呼吁政府应该要爱护独居老人紧急救援的机制，嘛应该要推动建设紧急叫门免责的条款。搁再传出独居是大人的安全问题。台北市议员陈佑成日前接到定情，一个列册在案的独居是大，伫居服员送餐的时无来开门。迄日下早10点，社工就启动警示机制。不过一直到下晡4点，相关单位才破门入去。迄阵是大简单剩一角开伫咧，中出现6点钟的通报空拍。加在上医了后，是大已经无要紧啊。没想到你们早上10点其实就有鹅浪机制，到了下午4点钟，要不是居服员去帮台北市政府打开门，长辈奄奄一息。社会局后续接获通报，经检视服通报流程，但仍有精进空间，所以也有给予老福中心未来相关处理精进的方向。对此，社福团体认为，这个6点钟的延前，不是救援人力的无努力，是破门的法律责任，甲跨单位等待家属同意，或者是里长陪书，甲第一线救命黄金时间白死啊。建议政府应该推动独居时代紧急救援机制，包括为法规的授权，针对列册的独居时代推动警消紧急破门免责条款，针对高风险的独居者，补助安装未侵犯隐私的24点钟监测器，该加强时代的社会参与，落实孤独药方，照顾厝边头尾。很多的独居老人跟现在家庭关系非常薄弱的这些被通报的个案，很多都家庭关系很不好，那这个都还要在
1联络、2联络也不一定联络到，甚至大家也不愿意出面，那甚至要找里长。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北市社会局强调，独居时代服务会加强落实一个组织多方协作的原则，嘛要求管理单位确认独居时代安全，避免类似的案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偏乡的医疗是真欠缺咯。台南有一个家医科医师罗凤华，虽已经退休了，也毋过佫会去台南的偏乡来看病人，提供偏乡的老大人医疗服务。种花呢，在观察植物是否它有没有毛病啊，有没有缺水啊，跟看病人一样。修剪大话详细顺看，罗凤华医师甲照顾食物的心得，专做对病人的观察。退休了后，伊选择退而不休，那成立居家医疗诊所，佮甲服务延伸到台南庄卡，甲医疗带入高龄者上熟悉的生活场所。如果是到庙等于是在这边居民，等于就在他家旁边，就好像也是去他们家，所以到偏乡呢，也好像有居家医疗的那种精神在，就到不方便出门的家里面去看病。每礼拜4早起，北门新五宝宫的广播声一个响，长辈就会慢慢行来庙宇看病。熟悉空间降低看区就医的体力负担，嘛化解高龄者面对医疗体系的心理压力。因为信仰庙宇是老人家的信仰中心，所以老人家如果白天或者是下午闲没事的时候，都会聚集在公庙这边聊天。宗教的信仰是更容易让老人家放下心防，然后愿意走出来。当高龄化变甲真四常，医疗袂过是药物甲诊断，是顶近伫社区的长期陪伴。对更较侪医疗资源行入庄卡，嘛为长辈的在地安老画出更较有尊严的未来。记者采访报道。日本高山海馆高等学校有45个老师佮学生来台湾访问哦，去姊妹校屏东的平原高中来交流，嘛寄带伫在地学生的家庭，实际来体验咱台湾的生活佮文化。日本学生整齐有力的和太鼓表演，真有气势，震撼台下观众。平营高中的合唱团嘛用歌声来欢迎，因拢是对日本高山学艺馆高等学校来的学生。台湾和日本这两间姊妹学校，透过音乐和表演交流，唔但各自展现家己的文化特色，嘛互现场的老师学生感受到两国的感情。台湾のご飯です。小籠包、台湾ならではの文化。さっきのダンスもそうですし。虽然交流就是有点困难，因为我们有那个语言的隔阂，可以又透过那个肢体的语言去沟通。除了文化表演交流，两边学生佮做伙进行 AI 的创作活动。学生囡仔分组讨论创意，运用人工智慧工具做影片，轮流上台分享因的作品。下暗阁有安排寄大的活动，寄大家庭带日本学生去踅夜市，体验上有台湾味的好食米。この交流はもう14年続いています。台湾と本当に親しくして、子供たちが仲良く、そしてお互いの国を理解し合って、で仲良く世界のために一緒に仲良く頑張ってほしいと。用一个世界国际的语言，就是英文啊，一起在那边交流。那今年呢，又来到我们学校呢，我们就用不一样的方式，因为现在 AI 非常的。平营高中表示，对2021年和日本高山学艺馆高校做姊妹校了后，持续推出学生交流活动，希望会当让两国学生有机会熟悉无同的教育环境，培养对话能力甲国际观。未来两校会继续交流，让台湾甲日本的感情愈来愈深。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世界真出名的小熊维尼今年满100岁了，迪士尼嘛专工安排规档的庆祝活动。维尼熊对囡仔册开始发展做网架，即马已经真做是国际名册了。嘛因为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真共鸣，所以防禁止伫中国出现，增加袂少话题。对1:1的电影摄影模型到5岁10的百年特种，伫美国伯班克的迪士尼档案馆，当日为小熊维尼举办100周年庆祝活动。自1960年代摕到版权以来，这只住伫心灵的小熊，已经是下世代拢足介意的红啊。
Winnie the Pooh is that lovable everyman, right? We see the frustrations that he has waking up in the morning because we see that too. So he's a little bit of a mirror on all of us. He's lovable, he's affable, he's that kind-hearted, tubby little stuff full of pluff, that we all love to embrace and enjoy. 小熊维尼伫1926年由英国作家米恩创作，个性有一寡调调故意，有情绪嘛真紧就刷刷去，就是这种凡事放轻松的感觉，袂多袂少世代，佮伫加入迪士尼大家庭了后，对英国红仔册变做世界影视明星。Pooh definitely is a bringer of joy. And he's very, very calm. You never see Pooh get overly flustered. Even when he does get upset, there's a calmness to his demeanor, which I think most people really gravitate to. 这是这只本来应该平静，佮带来快乐的小熊，这几人耍牵涉政治风暴。2013年，美中领袖行做伙散步的相片，网友笑讲亲像小熊维尼佮跳跳虎，可能原本只是滚耍笑，后来煞掺入各种复杂的情绪。小熊维尼伫中国境内几啊摆封杀，即马佫正做全球反共强权佮出气的对象，不论是菲律宾街头也是台湾，民众常常借维尼来抗议中国的压霸。对单纯的红仔册到国际政治的禁忌红线，100岁维尼伫旁边甲火药味之间，写出1世纪以来上互人料想袂到的文化传奇。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译。再来看英国动物园的综艺幕，困档4个月才拄啊结束。保育员嘛发现讲，熊伫困档的期间，平均拢瘦25公斤左右。困4个月拢无食，一切来嘛袂枵哦。因会先活动身躯，豆豆啊才恢复正常的生活。伫咧草埔一直高练，住伫英格兰贝德福郡这个英国上大的动物园内底，有4只棕熊经过4个月困档拄精神。养饲的人讲，因精神的时阵并未感觉枵，结果是食一寡菜色，想要做的代志，颠倒是先活动筋骨。Their body, certain things shut down in a certain way to allow them to sleep that long. I think it just takes a little while to get everything going again. So they definitely come out half asleep still, sort of plodding along. They're there, they want food, but they'll quite happily snooze for a bit in the paddock. 养饲的人讲，拄精神的棕熊会一直拄久，煞尾才会活跳跳、欢欢喜喜斗阵佚佗。也那养饲的人该因做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先量体重。And they've all respectively lost around 25 kilos from when they went to sleep. They will still continue to lose weight at the moment, so they kind of go up until about May of still losing weight, and then we get to May and they start to put weight on again. 养饲人表示，5月是进入棕熊大鱼大肉的爆发期，逐工拢会摄取几若千卡路里的热量，因会一直想要食好大颗。养饲的人嘛发现，棕熊想要食的菜色会对胃口来变化。有时这个月爱食的菜，后个月就完全袂合。也若棕熊变大颗，嘛是为着后一个困档做准备。目前棕熊并无列入灭绝的范围，不过动物园指出，因为失去栖地，还佫有人甲熊之间的冲突，欧洲一寡棕熊亚族群已经伫要灭绝。公司新闻曾慧敏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华东地区上低11度，上悬1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